Hello，大家好啊！今日要行大城石澗去到龍泉谷，地點就由梨木樹村出發，巴士總站對出就會見到條山路。我哋過咗條馬路就可以沿住條樓梯級上，上到去見到條馬路，跟住條馬路行就 OK 啦。馬路上到嚟就係城門水塘，城門水塘有唔少野生動物嘅。一上到嚟就可以見到牛牛喺度曬太陽，呢個位呢，就可以欣賞成個水塘，然後見到塊牌顯示小巴站，向小巴站方向行，就喺呢度。由於城門水塘有唔少馬騮，而且啲馬騮呢都會搶嘢食，所以唔好拎住膠袋四圍行啦。雖然啲馬騮都好惡，但係唔搞佢哋呢，佢哋應該都唔會搞返嚟嘅。話咁快已經到咗小巴站，如果唔想由梨木樹出發嘅話，就可以揀由荃灣兆和街搭82號小巴到呢度出發。荃灣站 E 出口過天橋對面落去，下一條街就係82號小巴站啦。樓梯行上去就係菠蘿伯自然教育徑。想睇馬騮嘅話呢，嚟城門水塘郊遊就冇錯㗎啦。不過要謹記切勿觸摸及餵食。行到見到水牌就繼續向前行。今個星期啱啱打完10號風球，度度都可以睇到呢種小瀑布。呢度就好似日本神社嘅參道，兩邊一排嘅白千層，非常之有氣勢。再行多陣就見到水伴千層。之前嚟過幾次都見唔到水浸白千層嘅景色，但係因為連續打咗幾個風，前幾日就係10號波，今次就充滿咗期待。行咗幾步就已經見到有姐姐喺度拍片打卡。水浸白千層真係好靚，雖然今日冇藍天白雲，但係如詩如畫嘅風景依然足夠令人心曠神怡。欣賞完靚景，繼續行就會見到有條石橋。石橋前面呢個位呢，就係我哋嘅目標，大城石澗嘅入澗口。入澗前再行前少少呢，就可以企喺條石橋上邊望下啲水量先。望到條澗都唔細水，當時諗緊要唔要繼續行，不過嚟到就行下睇下點先啦。又唔對路先再揀撤退定唔撤退。水深就要行側邊啲山路，行澗一定要安全為優先考慮。行澗基本上呢，就要有一對澗鞋、一對手套、一個防水袋、帶乾嘅衫，同埋行澗同行山路唔同，需要嘅體力呢就會再多少少嘅，難度都會再高少少。今日呢條路線呢，原本就係2升難度，不過累完雨之後水位就會上升，然之後水流又會變得比較急，難度都會上升，所以行嘅話呢，就要打醒12分精神啦，盡量3點式接觸移動，穩定咗先去下一步，安全至上。
行到見到有一條打橫嘅石路，就真係到咗龍泉谷。呢一條就係龍泉古道，行過去呢，就係出澗口。雖然呢度啲水淺，但仍然都要小心。由入澗到出澗，一共就用咗2個鐘乘15分鐘。時間呢，就包括休息同埋不停影相同埋拍片。大成石澗就算係前半段，水多嘅時候都相當有挑戰性。出澗之後，沿住龍泉谷右手邊就可以入到去龍門林徑。之後到咗城門林道水塘段，經過賞蝶園，再落返去菠蘿壩教育徑，去返小巴站度離開。最後提提大家，自己垃圾自己帶走，切勿亂拋垃圾，污染水源。拜拜。